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工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大家敢知影骹手除了骹甲手，阁有啥物其他的意思？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骹手。骹手汉字写做骹手，罗马字写做科阿卡斯右手。骹第一条，手第二条。除了讲咱人的骹甲手，骹手有几六款意思，像讲做人的下属，咱会讲做人的骹手，也是下骹手人，而且骹手就是部属的意思。阁有提供斗相共的人力，像加叫我骹手来斗相共，这个骹手就是人手的意思。阁有一款骹手是咧讲做代志的手咯，手段。咱会讲，互人看破骹手，这内底的骹手就是手咯，手段。落尾一款是咧讲动作，像讲伊的骹手真美丽，就是动作真紧、真熟练的意思。家己一个人无人斗相共，咱会讲孤骹手，也是单骹手。啊，若是甲人斗做工课，也是解决困难，叫做斗骹手。有一句艺起来话讲，接骨师傅斗骹手。咱的骹手若无拄好去凸轮，就爱接骨师傅甲桥转去，亲像接骨师傅甲咱的骹甲手斗转去本来的所在，毋则叫做斗骹手。台语有真侪形容词甲骹手有关系，像讲形容人骹手幼秀，无法度做粗重的工课。咱讲尖骹幼手，咧形容人的动作真谨慎，惊甲人插着，动作拢无声无碎，叫做连骹捏手。溜骹手，下骹手人，看破骹手，孤骹手，尖骹幼手，连骹捏手。接骨师傅斗骹手，甲骹手有关系的词真侪，有机会再搁甲大家分享。今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